庆祝妈祖圣诞，正统罗里门新母庙准古礼伫妈祖殿举行祝寿祭典，由主委带领灵务主委陈廷辉等各界贵宾齐齐信众做伙替妈祖祝寿。整个典礼中央隆重，东港竟伫咧高王殿庙埕举办公益物资金捐助仪式，扣除公费收容后，针对台南三塔市的行政区的低收入户发户，总共6704户。新母庙这个自开业以来，只要有资源，所有的公益唔捌缺失，不管咱台南市内底，不管地动啦、洪灾啦，吼，还是一般的弱势团体，阮从来唔捌缺失。啊，今仔这边伫遮特别要甲各位报告吼，这边的做法跟阮过去拢无共款。今年伫市府大力支持之下，社会局每辖每区区公所代为发放，各区区长甲代表拢致敬感谢状，感谢罗里门妈遥知信众献身，和弱势家户感受到社会关怀。白米是我们后壁的白米，还有我们的这个600块的关怀金，也就是用过去的物资变成是现金的方式，可以让他们去买到他们想要买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妈祖的爱。公部门资源有限，也有照顾袂到的所在，需要民间斗相共。希望伫罗里门妈圣诞的时阵，把平安、和温暖送到有需要的家庭，传达社会正向力量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